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俗语讲：防人之心不可有，那害人之心不可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防，好王防读第5条。防的意思就是以生先戒避，像咱讲防避，也有预防。另外，有这几年咱真常讲到的词，就是防疫。另外，有甲物质隔离起来，袂小透，袂小烫，像咱讲防火，也有防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防空河，本来是讲为了要防空湿，减少伤亡损害，特别乌的河沟。另外，古早讲防空河，嘛会当讲是走空湿的山洞，也就是防空洞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防避，这个意思就是提防戒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好天就爱升职好来牛，树头聊斋唔惊树尾做防胎，太平时就爱有防备，像讲防空河会当发电关公，若紧急需要的时就用会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防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